冤贵夫人，不再想要高攀这门亲事。冤贵啊，也毋过英大心愿未了，我看。我想要早一日替英台找一个报家，通了却做爸母的心愿。莫非你？你看，这位娘公主生出一表人才。阿弟啊！嘿，啊，等你这个人是安怎？阮若叫他袂答应婚事咧，你哪还黑白叫咧？就是讲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哎呀，大哥大嫂，嘿，啥是你的大哥大嫂啊？阿弟啊，阿娘，放肆！老夫尚未因婚，你免哪会安尼称呼？弟啊，汝你是英台啊！英大你是英台。哼，乱来，太乱来了。生活体统，当当一个富家的贵姓，要哪会个抛头露面去乡城求学啊？冤贵，小女英台自细汉就爱读书，你就成全呢。袂用的。冤贵，这也毋是歹代志啊。弟啊，啊舅妹若起来真爱读书，伊会当厝内，甲我甲小弟大家斗阵读就好啊。是啦，宝宝啊，呀咱舅妹自细汉对因阿兄因就读袂少书啊咧，啊书经也捌真多啊，安尼还佫无够心，敢讲想要将来考一个女状元。是嘛？哎呀，安尼啊，自古讲老子无才便是德，啊查某囡仔搁再读较济书，后摆嘛是爱嫁出门，敢讲伊就有法度去做官。就是讲咩，不如咱就较早家己找一个较好的亲情来嫁出去啊。好啦好啦，恁讲煞袂？要人阮讲的拢嘛是实在话啊。点点。冤贵，英台为着这件代志，有一甲强要起破病啊！你知？什么？破病？规工茶毋啉，饭毋食，瘦甲无亲像一个人。我真担心，伊若有三长两短，看要安怎？查某囡仔人出远门是偌无方便的，搁再讲，这是会互人议论的啊！我有一个办法，叫英台改扮男装，就无人认得出来。但你伫咧讲什么？查某囡仔就是查某囡仔，搁较安怎办，嘛是看会出来。敢讲？好啦，伊若有在遮办到互我袂认的，我就互伊去。
咱这附近哦，乡村的富家公主呢。哎呦，你家己看卖咧，大家吼拢是安尼生做吼一表的人才，而且吼阁满腹的诗词呢。哎呦，恁查某囝哦，实在足有福气的啦，有遮尔啊济财主要来攀这份的亲事。哎呦，冤过啊，夫人啊，等恁两个哦，都安尼斗斗啊敬，斗斗啊选，啊阁斗斗啊看，通好选一个乘凉快婿。万请是咧，万请是咧。哎哟，冤过啊，夫人啊，人讲鸟鼠屎吼，一大堆嘛毋达到你一粒珍珠看有影无？哎呦，无啊，老媒婆啊，啊你甲我讲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哈？哎哟，王媒婆啊，你毋着目睭闭较紧小看咧，你甲看，足冤过，伊是当地好野人的新妇啦。啊，若小姐是千金贵体，哎哟，等你甲看，啊，娶到遮初夫淑子，楚楚裸裸，是要安怎样甲小姐顶对？哎，老媒婆啊，啊我听你安尼咧讲，啊毋敢若你有带一个王孙公主来了。哎哟，牛哦，互你摇着有想，人阮娶的是官家子弟。哈，官家子弟哦。若毋是官家子弟，还是要安怎样来顶对小姐？那安尼真好啦。哎，王媒婆啊，要无你就暂时请即几位啊公主先倒转去，啊，听后盖若有机会，我才阁麻烦你啦。后摆拢无机会啊，我小妹敢若一个尔。哼，转来就转来，衰角！哎，行哦，等下哦，行哦，无机会啊啦啊！冤过，你讲的是倒一家的公主？哎呦，冤过啊，是本府太守的子弟马文才。哎，小生马文才拜见接冤过夫人。公主免礼。谢冤过。马公主，令尊是令尊是我的老爸，官拔的太守。我的令尊不但是官大，而且财产阁诚济。伫咧遮100里以内，一望无际田地，而且东家甲西家所有的楼仔厝，拢总是阮的。所以小生嘛，姓马名文才。文是文质彬彬的文，才嘛是博学多才的才，所以小生我是文质彬彬、博学多才，真是名副其实呀。马公主，无等，小生我讲啊袂了。足冤过，小生我不但是家世好，而且出身悬，我的姓名甲八字好甲袂讲的哦。我姓马，这只马就是马不知两重的马。马公主，我讲安尼对样对。对
知影面长，无对毋对？无啊，你是啥物人？不在姓吴，初名吴夫。牛母夫，哪会遮拄好？牛母夫去撞着马文才，真是绝配绝配。牛马同道，文武相传呀！马公主你毋对，我是安怎毋对？你我乃是红马牛不相及啊！对对对对，牛甲马口无共声嘛吼。你敢是有若要来求亲的？求亲，毋知有偌济人想要来高攀这门婚事，也毋过努力无言，也不得强求啊。是，有缘才会当成对嘛，对无？人讲佛道有缘人呀。公主啊，你是要去做花伤心？啊不，毋对，我讲毋对去啊！人讲有缘的人才会成眷属。公主啊，你安尼看人一个坐吼，啊一个紧张，也安尼话安尼乌白做乌白讲，安尼连你都毋好讲你啊，讲出来。啊，咱转来，咱明日才过来啦，明日才过来。是，小心我拢讲毋对，我也是故事。咱明日才来，咱明日才来吼。原话夫人不再想要高攀这门亲事。冤话啊，也毋过英台心愿未了，我看。我想要早一日替英台找一个报家，通了却做爸母的心愿。莫非你？你看，这位娘公主生出一表人才。阿弟啊，嘿，啊，等你这个人是安怎？阮阿爹还袂答应婚事咧，你哪喺乌白叫咧？就是讲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哎呀，大哥大嫂，嘿，像是你的大哥大嫂啊？阿弟啊，阿娘，放肆！老夫尚未因婚，你免哪会安尼称呼？弟啊，汝你是英台啊？英台你？是英台。哼，乱来，太乱来了！舅妹，你安尼是咧创啥物呢？就是，哎哟，我的小哥啊，你要哪样安尼来创伫阿爹甲阿娘咧？阿弟啊，汝离改扮男装，连阿爹你都看袂出来啊，何况阁是外人。阿弟啊，你就答应汝离，互我到乡城读书嘛。这冤话啊，这是你家己亲口答应的啊。唉，好啦，爱去你就去啦。